日式醬油醋煮荷蘭豆海帶芽美食，歡迎嚟到微波爐視頻。首先準備荷蘭豆、海帶芽、醬油、米醋、砂糖、清水、蒜末、芝麻適量。咁呢就準備啲荷蘭豆呢，就清洗去頭尾，海帶拋軟後瀝乾，喺鍋入邊煮沸清水，將海帶芽放入水中煮1到2分鐘，然後撈出瀝乾，喺鍋中加入清水、醬油、米醋、砂糖，攪拌均勻，加熱直到砂糖溶解，把洋蔥豆放入醬汁中，煮約2到3分鐘，直到荷蘭豆變色，但仍保持脆感。將煮好嘅海帶芽加入鍋中，繼續翻炒均勻，約煮1到2分鐘，同埋吸收醬汁嘅味道，可以根據個人口味調整煮嘅時間，讓食材更入味。將煮好嘅荷蘭豆同埋海帶芽盛出，撒上蒜末同埋芝麻作為裝飾，可以熱食或者冷食，作為小菜或者配飯即可。大家記得點讚同關注我哋。